琴日陳卓賢演唱會唱到無名指嘅時候，突然之間有觀眾大叫：我反對啊！咁而身邊其他觀眾咧，亦都大家一齊和議啦、起哄啦。咁而事後唔少網民咧就將呢條片擺上網，咁啊批評呢個觀眾咧非常之失禮，並且個行為係令到其他觀眾出氣㗎，甚至乎係令到依人夜晚咧出咗個 story，咁啊指責呢種行為咧破壞藝術同埋嗰個觀賞嘅體驗。嗱，與此同時咧，2日之前咧，亦都有啲網民咁嘅批評就話，呢個機場嘅頭等艙貴賓室咧嘅客人啊，變得越嚟越 cheap，例如可能會唔好有公德心啦，喺度除鞋啦、玩腳咁樣啦。咁所以咧，嗱表面上兩件事好似風馬牛不相及，一個咧就擺明想引人注意，博取多個眼球；一個咧就係貪圖舒服。咁但係其實背後核心嘅問題咧，其實係非常相似嘅，就係我哋而家現今社會咧，似乎好多人咧喺公眾場合嘅行為咧，係唔符合社會嘅期望啦、規範啦，同埋到個禮儀嘅。嗱，當中咧，我哋可以探討一下個成因啦，包括個人主義啦。嗱，無論咧喺演唱會啦，喺一啲唔恰當嘅時間大叫，你話喺貴賓室當正自己屋企咁樣喺度除鞋玩腳，其實背後咧都係一種自我中心嘅一種行為，忽略咗身邊其他人嘅感受啦。亦多人甚至乎會抱住消費者嘅心態咯，覺得自己哇，我俾咁多錢去買張頭等嘅飛，去買張演唱會飛，我唔嗌翻夠本，係啦，咁點先得㗎？係啦。咁我應該有權去做自己嘅嘢噶嘛，咁所以咧，嗱喺呢一種嘅心態啦，喺呢一個情況當中咧，我哋用英文咧有幾個生字係啦，都幾好嘅喎，係啦，都幾貼切可以描述到佢哋嘅行為嘅喎。嗱，包括第一，嗱通常咧針對住演唱會大叫嘅觀眾咧，我哋可以稱呼佢叫做 heckler。係啦，heckler。咁而破壞氣氛嘅行為，我哋甚至乎可以稱呼佢一種 destructive behavior。destructive behavior。咁而至於咧 entitled 就係專門形容一個人啊，覺得自己有錢就可以打橫行，例如有特權嘅人，例如我哋可以直接形容佢咯。He is so entitled，係啦，咁即係佢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咯。咁而嚴重少少，嗱，如果我哋要形容一個觀眾或者一個客人，佢當正自己係主角，佢覺得成個世界圍住佢一個人轉嘅，係啦，我哋甚至乎可以形容佢咧患有呢個 main character syndrome，係啦，咁即係當正自己主角咯。咁所以總括而言咧，嗱，去到每一個地方，我覺得最緊要就係 read the room。read the room 即係咩啊？其實 exactly 咪就係中文成日都講咯，因時制宜。我哋要根據唔同地方啦、場所嘅要求同埋我哋社會嘅規範啦，去保障自己個人權利嘅同時，亦都可以做到尊重，係啦，令到別人都可以喺嗰個地方度舒適，令到大家喺呢個共享嘅空間入邊可以和平咁樣生活。咁所以咧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一個有公德心啦、有修養嘅客人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我係 Ian Sir。